来到设伫安平的单市联国顺伤者协会，会当看见顶下卡堆满旧衫，有人知影因收集要来义卖，也专工对眼眶骑机车来，有人是开车载一箱一箱搬来，甚至要外县市的民众包甲好势好势，请宅配送过来。那本来想说就是捐旧衣回收，可是看新闻有很多并不是合法的这样，那刚好就是经由就是脸书，然后有跳出这个消息，就是可能他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我们捐赠的衣物，然后他们整理过后才可以去卖。那既然要可以不孝商人，那倒不如就是捐赠给他们这样。哦，就有爱心呢，真好哦，真正哦，真正袂歹哦。而且用足新的吼。不错嘛，大家都很有爱心呐。根据记者观察，虽然协会以关7-8成新的旧衫来号召，不过真侪拢是全新，连包装拢也袂拆，品质嘛拢真好，会当看见民众的爱心满满，毛协会相当感动。特别伫政府补助有限、疫情期间无景气的时阵，捐款收入减少，募集旧衫来义卖，已经成为因真大的收入来源。我们衣服回来都会整理好的，有吊牌的，还有7、8、9新的话，我们会留起来义卖。有的比较不好，就回收厂收回去，一些金钱就进协会的这经费了。对，我们协会有给会员那个急难救助跟医疗补助，跟那个往生丧葬会都可以申请。所以我们经费都是从这些衣服来的，对。协会除了募集旧衫，环保局嘛核准因伫全市少有200个回收箱的据点，拢欢迎民众运用，无限贵济年龄，只要厝内穿袂着的衫，拢会当捐。当然，遮尔济旧衫嘛，欢迎有志工愿意来协助整理。台南新闻管及何小邦采访报道。